各位家長、各位同學，大家好，我係梁記文校長。咁我做咗12年嘅中學校長，主要咧喺2間 Band 2嘅中學咧就係做過。咁咧今日咧就想錄一段短片咁俾各位家長，因為我知道咧呢段時間咧就係自行收生階段咧，有唔少家長同學生咧都有一啲嘅問題，亦都心裏有啲擔憂。咁我希望咧就係藉住解釋得清楚一啲咧，就可以幫助咧就係家長同埋學生有一個清晰嘅選擇方向，同埋能夠減少一啲嘅憂慮。咁我咧就列出咗咧有8條咧常見嘅問題。咁可能咧有一啲咧係家長明白嘅，有啲可能家長係未係好清楚嘅，希望可以幫到大家。第一，冇面試係咪一定冇機會呢？其實唔係嘅，不過機會就好微，因為大部分嘅學校咧就係只係有4班咧收40個自行收生嘅學生啦。咁咧佢一定會盡量咧去見多一啲嘅學生，包埋被取生嘅。咁咧就不過學校咧有權咧就取錄冇嚟面試嘅學生。咁呢一點咧就值得大家留意。第二，唔去面試係咪表示放棄呢？即係自動順延去下一個選擇呢？其實唔係嘅。每個學生咧都有2個收生自行收生嘅選擇。曾經有家長咧就後期咧就有啲後悔，就發覺填錯咗自行1同埋自行2嘅次序，於是自己諗，不如唔去自行1嘅面試，咁咧就一定唔得啦。咁咧就做好啲自行2面試嘅準備，希望派到自行2。咁就算唔得都會有機會大抽獎啦。咁結果係點呢？呢個家長咧就派咗去自行1喎。咁而且咧，因為派咗自行1咧，就連帶就冇咗大抽獎嘅機會。咁所以咧，如果家長係萬一發覺自己有填嗰度有啲問題咧，你一定要同學校溝通。不過咧 EDB 就講咧，所交咗嘅文件係都不能改嘅。咁不過學校仍然有一個方法嘅，就係咧佢可以選擇取錄，抑或係唔取錄。咁咧就呢一個請大家留意啦。第三，如果已獲直資學校取錄，係咪就唔需要或者唔應該去自行收生嘅面試呢？如果嗰間直資學校已經係你最心儀嘅直資學校，而你又唔想浪費時間嘅，咁當然可以啦。否則，如果你未諗清楚，其實你都可以去面試同埋累積多啲經驗嘅喎。因為咧津校咧就會喺3月31號咧就係對正取生咧就係通知取錄與否。而家長咧一般可以喺4月10號之前咧，如果決定係希望咧係入讀津校嘅話咧，佢仍然可以喺4月10號之前，或者係嗰間直資學校指定嘅時間咧，就去學校取回咧家長承諾書同埋小6學生資料表嘅正本嘅，咁樣就可以㗎啦。第四，如果唔獲取錄，係咪因為面試表現欠佳呢？往往家長都有個疑問，而且咧就係有時都會非常擔憂啦，或者令到小朋友咧好大壓力。其實唔係一定嘅，係因為咧 Band 2學校嘅考慮咧，往往都係喺收生準則裏面咧，成績係佔最重要、最重嘅部分。如果加埋品行課外活動咧，一定佔多過一半嘅。其實呢啲資料唔使面試就知㗎啦，因為已經包咗喺小4、小5甚至小6上學期嘅成績表。而且咧，教育局咧亦都為咧學校咧提供一個叫 RO 嘅表格資料，咁列出咗咧每一位申請嘅中學嘅小學生佢嘅成績排名，咁方便中學咧去比較唔同小學畢業嘅學生嘅成績。學生嘅面試咧，一般嚟講咧個表現亦都唔會差別好大嘅，除非個學生自己當日係唔合作嘅啫。所以面試嘅影響咧就唔及得好似申請小學嘅時候咁重要㗎。好啦，咁乜嘢叫 RO 咧？RO 咧中文叫成績次第。咁咧 EDB 咧喺每年嘅2月，即係面試之前咧，就會出一份成績次第嘅次序嘅表俾中學。列出咗咧所有申請人之間嘅相對成績排名，排名前嘅梗係好啦，排名後嘅就冇咁好。咁呢個排名咧係根據小學嘅呈分試嘅成績，係包括咗呈1啦、呈2，因為呈3咧就未考，又或者啱啱考咗未呈上去。
咁你用所屬嘅學生學校嘅師姐同埋師兄嘅畢業生咧，喺中一編班試嘅成績咧做一個調整。咁所以唔需要擔心話嗰間小學程度高啲咁小朋友個排名係低啲喎。咁咧其實咧 EDB 係會用嗰間學校嘅師兄師姐嘅成績咧做一個調整嘅。咁以至到咧可以比較到唔同小學嘅學生嘅成績。咁中學咧一般嚟講咧都會傾向咧收 RO 較前嘅學生即係話咧就 banding 較好嘅學生啦因為如果收得好多 banding 較低嘅學生咧，嗰間學校我哋就俗稱就叫跌 banding 啦，又或者好可能咧就喺將來咧就由英中咧就可能會有可能會變咗做中中，咁所以咧佢哋都會比較謹慎去睇咧每一位學生嘅成績嘅。咁而面試咧就喺 banding 相同嘅情況底下咧就顯得重要。如果 banding 係唔相同咧，都係會睇成績咧根據嗰個嘅標準嚟講咧，可能會睇成績係會重要一啲啦。所以萬一小朋友面試嘅表現失準咧，唔需要太過內疚亦都唔需要太過上心。其實大部分考慮因素咧喺面試前咧就已經定咗落嚟嘅。第六，如果3月底唔獲取錄，係咪一定冇機會呢？其實就唔係嘅，因為有可能咧，學生就喺個被取生嘅名單。無論自行1、自行2嘅中學咧，都有一個被取生名單，但係就一般學校咧係唔會通知你究竟小朋友排咗喺被取生名單嘅第幾個 number 咧咁樣。咁要等到7月7號中一派位結果正式公佈咧，先知道咧小朋友有冇被取錄㗎。咁如果萬一7月未被取錄，叩門機會大唔大啊？又或者讀一年中2先申請插班機會大唔大呢？其實就非常微㗎啦，因為一般受歡迎嘅中學呢，佢都差唔多滿晒㗎啦。咁咧就所以有位亦都好少或者係冇位。咁而中2插班嘅機會亦都唔大嘅，因為年中都有唔少嘅新來港啦，又或者插班生去申請。咁咧一般嚟講，我哋話插班生同埋叩門嘅機會係比呢一個自行收生取錄嘅機會咧係低好多㗎。好啦，學校點樣分 banding 1、2、3咧？其實 EDB 咧就冇將學校咧就分第1、2、3級學校嘅。咁唔少學校咧就亦都有多過一個能力組別嘅學生咁咧所以咧就係一般嚟講咧，就 EDB 咧將小六學生咧就按成績嘅組別咧分為高、中、低各1/3。咁就係1/3嘅學生咧就係Band 1啦，中間嘅就係Band 2啦，如此類推。所以咧坊間咧就將取錄高成績組別嘅學生咧嘅中學咧就係簡稱為 Band 1學校。咁中挺嘅就叫 Band 2學校咯。其實 banding 咧同老師嘅愛心啦，佢嘅專業能力啦，就冇直接關係嘅。最重要咧就係家長同埋學生選擇到個課程同埋個方針適合你小朋友嘅中學。咁咧就喺呢一度咧就係多謝大家收睇啦，祝大家咧就係揀到適合你自己同埋你心儀嘅中學。多謝大家。